来镜头锁等来台湾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南投鹿谷乡的在野溪生态园区是出名的看火金菇的景点。这个园区内底森林步道最近嘛拄整治完成，社区的经理事长进前阁种10外丛的结野樱，这四界拢充满着自然生态的水意。 粉红的小带白色樱花点到鹿谷乡广兴村的在野溪生态园区，和这个遮变甲种气氛。经过社区经理事长的用心整理，环境变真水，城外地来遮游客变老型，都拢会来遮散步行踏。就是跟一般在外面看到那种比较深红色的就比较不一样，感觉比较浪漫。广兴社区目前伫咧推动在野溪保育的工作，会让看到溪仔内底有真侪台湾 原生种的鱼虾，若到4月5月时，嘛是县内欣赏火金菇有名的景点。最近县府经费补助，嘛完成一条欣赏火金菇的步道。可以白天看樱花，然后晚上可以赏樱。园区内底几夜行，也有2礼拜赏花期。广兴社区欢迎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遮赏花。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